再來看咱遮的消防隊員呢，是用光冷氣的方式來抗議這各地方政府編的經費實在傷少啊。到今呢，還佫有分隊的值班台，還佫有部分所在是無冷氣的，嘛有分隊是限制這隊員吹冷氣的時間。另外，這消防署發布的這冷氣指引呢，其實嘛無夠準確。消防署是回應講，會佫針對指引來做調整。消防隊員來到消防署頭前，用光冷氣的方式表示抗議，批評各地方政府編列的經費無夠，到今也有分隊的值班台和部分的廳舍無冷氣。另外，嘛有分隊為着省冷氣的費用，限制隊員吹冷氣，甚至係隊員家己出錢。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會指出，這唔來影響消防隊員工作的權益，消防員休困的品質無好，嘛有可能影響到消防救災安全。人的這個熱傷害的耐受度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所以如果你平常在這個廳舍都沒有辦法好好的休息，都在處在一個很熱的狀況，那如果去到火場，那你這個會遇到這個風險或者身體狀況不佳的情況的這個幾率就會提高，所以它是嚴重影響到這個消防隊員的職業安全的。有消防隊員指出，消防隊是24點鐘運作的單位，消防署發布冷氣使用指引內底所限制隊員使用冷氣的時段，也是綜合溫度熱指數有到警戒值，也是體感溫度超過38度等等。但是規定的內容攏有寫講會使看狀況來調整。不過實際執行起來，大家主管理解的尋求範圍攏無一致。消防員認為指引要調整，嘛要對根本解決水電費經費無夠的問題。你在調查的時候，你要調查到分隊層級，這個分隊它是用什麼層級去支出電費的？他是用辦公費，還是他有專支支出？那個專門的支出這樣子。那再來就是，他調查的源頭是這個分隊到底有沒有裝冷氣？如果連冷氣都沒有錢裝的話，你何來的電費支出可以就是可以調查？針對消防員的訴求，消防署也出面回應，表示會針對消防隊員反映的問題，擱再調整指引的內容。每個分隊的資料我們都有調查，包括每個廳舍的面積大小、人數的多寡，來作為我們是不是水電費是不是充足的一個參考依據。那後續如果有需要的話，這個資料我們都會在調查以後，我們再公布在我們正式臉書上面。消防署表示，水電費編列攏是照前一年的經費做調整。目前已經在調查各縣市消防分隊的水電費，會擱和相關的部會來討論，希望將經費的標準放定，讓基層的消防隊員唔免着吹冷氣來操煩。記者桂宗林、賈桂林台北報道。